2100幾宗騙案，16億幾港幣，單一案件最高損失接近8500萬。呢啲數字唔係電影情節，而係2026年上半年警方公布嘅投資騙案實況。你可能會諗，點解咁多人中招？係咪佢哋太貪心，定係騙徒手法太高明？今日我哋要拆解嘅唔單止係數字背後嘅陷阱，而係一場精心設計、步步進逼嘅心理博弈。先講一個最震撼嘅事實。舊年即係2025年，網上投資騙案總共有5100幾宗，比前一年升咗3成，損失金額更加誇張，有成35億8千萬港幣，升幅接近6成。呢個數字相當於每宗案件平均損失70萬，即係一個普通家庭嘅幾年年薪。但最諷刺嘅係，呢啲投資騙案只佔整體詐騙案嘅1/2，但佢哋造成嘅損失就佔咗總損失嘅4/4。即係話，騙徒唔係靠數量取勝，而係集中火力，一單過就咬到好深。再睇深一層，舊年有成11億8千萬嘅損失，即係大約1/3係同虛擬資產有關。你以為自己買緊未來科技，其實係將錢送咗入一個無底深潭。而喺咁多宗案件入面，每10個受害人大約有8個，第一個接觸點就係社交媒體或者即時通訊平台。一個 like， 一個廣告，一個陌生訊息，就係成場噩夢嘅開端。騙徒嘅手法唔係一步到位，而係好似釣魚咁，慢慢引你上釣。最常見嘅劇本係先建立信任，佢哋可能扮投資專家、名人，甚至係一個關心你嘅網友。網戀投資就係經典例子，先同你交心，建立感情，然後先至慢慢講投資。或者佢哋會拉你入一個投資教室群組，入面個個都話賺咗錢，等你覺得機會難得。呢啲群組好多時入面嘅股神同學員都係同一班人扮嘅。當你開始投入資金，佢哋就會展示假盈利，個 app 入面你嘅戶口數字日日升，好似好真實咁。呢個時候，騙徒就會有道理加碼，話你知有內部消息，有特別優惠，甚至用 AI 人工智能機械人幫你自動投資，聽落好高科技。但你要記住 ，AI 本身冇問題，問題在於騙徒利用 AI 生成虛假人物、假廣告、假平台嚟包裝佢哋嘅謊言。你見到嘅分析師可能只係一個由電腦生成嘅影像。當你想提取利潤嘅時候，真正嘅考驗就嚟啦。系統會突然話你賬戶有問題，要交稅，要交保證金，總之就係有千百個理由，等你冇辦法拎翻自己嘅錢。最後，當你發現唔對路，上嗰個專家問清楚，佢哋就會好似人間蒸發咁，完全失聯。你至發現成個投資計劃由頭到尾都係一個騙局。佢哋甚至會租用高級辦公室舉辦實體活動，營造一個好專業嘅假象，等你更加深信不疑。面對呢啲咁精密嘅陷阱，我哋唔係無能為力。記住幾個救命步驟：第一，投資之前一定要去證監會網站核實下間公司有冇牌照，同埋有冇喺警示名單上面。第二，下載官方嘅防騙伺服器，或者用 Scamter 加將對方提供嘅網址、賬戶號碼、電話號碼全部查一遍。呢個工具會偵測可疑網站同來電，如果佢顯示高危，你就要即刻離開網站收線，千祈唔好再交易。第三，任何情況下都唔好下載嚟歷不明嘅 App， 更加唔好將個人資料或者錢轉賬俾陌生人。最後，如果你懷疑自己受騙，唔好覺得醜，即刻打999。或者致電反詐騙協調中心18222求助。呢場博弈唔係你蠢，而係騙徒太專業。佢哋利用人性嘅貪婪同恐懼，設計一個又一個完美嘅陷阱，任何人都可能中伏，包括你同我。所以，當你下次見到社交媒體上有啲保證回報嘅投資廣告，或者有陌生人向你推介穩賺嘅計劃，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你覺得平台、銀行、社交媒體邊個應該為第一道防線負上最大責任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。記得訂閱頻道，我哋下次再傾。